咱犹原徛咧用四德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四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并是日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上天，打坐全能的上帝大名。伊要来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旨，我信神，公堂教会，圣道相通，做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用，咱请掀开圣诗后壁面1105页，启用文第59篇，罗马书第10章。我来刻，恁来印。恁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因为人心信就得到称义。嘴宣认就得到义。圣经有安尼记载：信主的人袂得到失望，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因为有同一位上帝是万民的主。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叫伊的人，因为所有求叫主的名的人，拢会得救。毋过，因都无信伊，哪会求叫伊？都无听到，哪会信伊？都无人传，哪会听到？都无差派，哪会传？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迹偌尼啊水。毋过，毋是所有的人拢相盼即个福音。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所以信是对听，听是对基督的有话。不过，我要问，因检真正拢毋捌听到？当然捌。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伊的声音传到天边海角。咱三角来祈祷，亲爱的阿爸爸，感谢你看顾阮一礼拜来，因为有你的同在，阮嘛得到属日天的平安。主啊，阮要来到你的面前，将阮心内所有一切的挂虑，拢藏伫个祈祷内底。透过简单搁温暖的祈祷，将我祝福。要祝福厝内底的人，也是亲朋好友，也是伫逐项事顶悬需要帮助的人，会当开出一条得到基督内面丰富的好处。主啊，嘛愿你的圣心看顾祝福伫阮油厂教会伫个刷落来即个暑假所要推动的一切的事工，会用个互参与的人，因为有你的同在。用你智慧充满的话语，互听见参与遮活动的人来大大复兴。感谢主，嘛愿你继续带领伫个阮众兄弟姊妹伫个刷落来，所要行的每一骹步，拢有主你的同在，得到属于主你的祝福，来正着在正做着事，拢空想顶悬，也是伫工课上，拢有主你的同在。感谢主。听阮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我要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伫个第4页，也是讲会当看咱荧幕上的本会消息第1点。本会本主日要举行2023年的第3摆的圣餐。那伫个第2场、第3场、第4场的礼拜，咱要联合。那亲从伫个7月初1要来举办。咱敬请全体陪餐会员共守圣餐，同沐主恩。第2小点，咱小会公告。顶礼拜洗礼取消的名单有3位：林心源、甲陈永新、佮温佩君。第3小点，咱本会7月初1拜六早起上午9点半到11点半的家庭探访。因为有台南长兴教会牧师中级要来访问，所以咱要暂停一遍。
第四小点的主日7月初2是咱更生团契的主日，咱欢迎咱的潘志和牧师要前来本会请安甲讲道，敬请兄姐准备心奉献甲代祷。第五小点有定过2023年的每日研经释义的兄姐，请到办公室签名领取第3季的册本。第六小点，咱2023年幸福小组的国际的研习营吼，定伫个伊的时间有3天，3天拢是无共时间。咱若有报名吼，请留意一下哈。伫个高雄的流行音乐中心，就是海音馆吼，要来举办。伊的费用是2500块，啊，你若是伫个6月30进前报名的，是2000块。咱教会补助已规定办公室提出申请，啊，敬请小组长甲同工伫本主日进前来踊跃办公室来报名。啊，第二点，咱的具体的消息是哀伤的消息吼。第一小点是本会方阳金姐妹，伊伫个6月19蒙主温调安息主怀，已经伫个台北举行告别式。嘛要定伫个7月初1，就是后礼拜六下晡3点，要伫永生园举办安葬的礼拜，愿主安慰遗族，啊，敬请兄姐为遗族来代祷。则特别提醒一下吼，你若是相助会员的，请会记得交相助会费哈。第二小点，咱本会陈牧师夫妇，因伫个6月20甲7月初10，因请休假要前往加拿大的温哥华来休困。那求主保守出入平安，敬请兄姐为着咱陈牧师夫妇来代祷。第三小点，伫个成人的牧区，伫后礼拜的拜日7月初2下昼12点，伫教会3楼图书馆要召开小组长会议，敬请小组长来出席参加。特别才有一个补充报告，请咱长老吼，伫个第1场的聚会了后，留步哈，有代志要讨论。告解的消息，咱请欧牧师。兄弟大平安。高雄爱修会伫8月初7甲初8要举行爱修会，主题是上帝精兵。咱有3位牧师的侍奉。地点伫嘉义祈祷院。默想圣经的范围是《以弗所书》第1章甲第6章。请咱要参加的兄弟事先来读。报名费是2000块，原住民优惠1000块。教会补助依照规定申请。欢迎兄弟伫咱本主日进前办公室报名。第2项就是咱高雄中华高北区要伫7月初8上午9点半到下晡4点，伫屏东举行中级联谊会。费用100块，请咱中级伫本主日前咱办公室报名，并且缴费。当日是透早8点来坐车，而且要互用吼，咱即马中级报名的人数并无介踊跃吼。牧师要鼓励咱的中级，这是咱高北区咱遮的正教会中级的联谊会第1届办希望咱的正中级会当较踊跃报名第3。就是中华平安基金会伫8月12 8点到下晡5点，8月13的中昼12点到下晡5点半，举行志工基础训练的甲进阶的教育认证的训练。这认证训练会得到志工时数甲迄个志工的服务手册地点伫咱宣教中心，费用就200块。请咱兄弟伫7月16进前办公室报名。而这志工服务就是讲，你若有即个接受志工了，比如讲你以后去彩虹妈妈伊遐服务，你的时数若到一个程度，你去国家的公园、国家所设的迄个游览地区，门票拢免钱啦这是对咱台湾的政府对志工的一个鼓励。希望咱兄弟若时间会用稳请咱来踊跃参加这个志工训练，多谢。这是咱要来读圣经，因为周伯顶悬
减写一个经节，所以咱今仔所要读的圣经是《路加福音》第10章21节到24节，《路加福音》第10章21节到24节。当迄时，耶稣伫圣神快乐讲：“爸啊，天地主，我学了你，因为你将遐个书对智慧聪明有稳埋伊，对细囝有显明伊。爸啊，是啦，因为你看安尼最欢喜，万项有对我的爸拢交付我。爸以外，无一个目囝是之水。囝甲囝所爱要指示的以外，也无一个目爸是之水。逐月当身暗静，对学生讲：看见恁所看见的，遐个目睭有福气，因为我也甲恁讲，前有侪侪先知甲君王爱看恁所看见的，也无看见；爱听恁所听见的，也无听见。愿上帝赐福听见伊话语的人。这是咱的赞美，请上联圣歌队。
感谢圣歌上联圣歌伫早来感谢的诗歌，即是讲到咱要请咱本会洪牧师对相信教关系的建立。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每一届若主持教会青年的婚礼我看到新人面带着幸福的笑容，主持婚礼的人嘛拢会笑眯眯，会感觉真欢喜。结婚的人真少听人讲，我看到第一眼我就介意着你，我就认定你是我一生的伴侣啊。一般要进入婚姻，拢是对朋友开始做起，对朋友中间有淡薄认捌，伊对朋友中间来互相了解彼此，嘛对迄个做朋友的中间观察这个人伊的性格、伊的个性、伊的价值观。当渐渐对普通朋友认捌到一个程度，那男方对女方有意思，拢会有表态。讲我会当邀请你做我的女朋友无？啊是怎么女方嘛拢邀请男方讲，你会当做我的男朋友无？总是双方若有同意，就会进入男女之间的迄个关系。迄个关系就比普通朋友较深沉的认捌，有较侪时间会两个会开讲交往。当咱老女朋友交往到一个阶段，伊讲这人袂歹，会讲进入婚姻的生活，所以伊的生命会进程对一个普通朋友到伫男女朋友进入到伫婚姻的生活、夫妻的生活，这个进程就是每一个阶段的身份，代表无同款程度的认捌。当然，到伫婚姻的时间的阶段，通常对双方有相当的认捌。我会记我甲何牧师交往的时阵，一个伫台东，一个伫台南。咧交往时，一开始拢用手机啊，迄阵手机电话钱拢足贵。尾我发现讲，台湾有一种手机较免惊，较饱，较你欢喜，拢共款一个月333块。我甲真会记333块，卡偌久拢毋免惊电话钱伤济，固定333块333。卡到安怎？迄手机入要烧起来，为什么？卡到手机迄写字，电池过热电池伤烧啦。我拢惨电池伤烧要安怎？一支手机烧滚滚，我拢看这2、3好关机，关机了电池安怎？紧拔起来，迄电池迄吹电风吹，较冷去倒去去卡，迄动作时间拢足有默契的我卡伊电池嘛冷嘛佫会通佫继续讲安尼，讲甲无眉无理安尼迄就是男女之间的迄个关系，甲做普通朋友无共款的所在。前礼拜咱教会有40几位的新的成员加入咱有将教会这个信仰的大团体。今日伊要甲咱伫礼拜中甲主同领受圣餐。毋望咱通过圣餐的领受，互咱更较明白主耶稣疼咱每一位。伊为要疼咱，为了咱献上性命，互咱用伊的性命的牺牲，互咱得到救赎的恩典。毋望咱通过属灵信仰的领受圣餐，互咱更较明白你甲主的关系，会较深沉，甲主的关系会较深沉的起造。圣经内底，路加福音第10章20讲，万人有对我的爸拢交付我，爸以外无一个捌囝的是治罪，囝甲囝所捌的只是以外，无一个捌爸是治罪。
对即个经文中间就讲捌爸啊，万人有对我的爸，拢交我的爸以外，无一个人捌囝是治罪啊。即个捌，毋是讲知识讲啊，我知影啊，你叫洪世俊，迄个捌是一个对一个人足亲近的人物，足亲密的人物，亲像翁仔某足人物。人讲吼。啊，我就知影阮翁哦，伊的性格安怎？我知影阮翁伊的个性安怎？你对恁囝有捌无？真捌啦！你讲即，伊就知影啥；你讲啥，伊就知影即啦。安尼有捌无？有捌。迄个人物是真亲密的，毋是知识顶悬的人物。所以圣经来讲，人若要捌天父上帝，是无法度靠着研究圣经来认捌伊。代表你的认捌上帝，你必须要经历这个上帝的疼，你才会明白。当耶稣讲，迄当时无人知影伊是啥，只有天父知影伊是啥。无人知影上帝要指的迄个弥赛亚是伊，无人知，只有天父上帝知。当然。对当时的旧约来讲，迄些百姓因要捌上帝，就通过先知、通过祭司的教导，因会认捌上帝的旨意。但耶稣讲，我捌伊，但是伊捌天父上帝。所以耶稣讲，我所愿意互因知的，人告诉。咱要认捌这天父上帝，第一就通过耶稣基督。通过耶稣基督，这个认捌上帝是要安认捌，就是通过启示，通过启示。你若无通过启示，你无法度认捌这个上帝，你嘛无法度真亲密来捌这个上帝。你可能皮皮啊认捌这个上帝是什么款的上帝，所以咱无法度。单套圣经的查经来认捌上帝。有一个牧师叫卡麦克，伊讲一句话，讲人若要捌天父上帝，无法度一工靠着研究圣经来认捌上帝。讲真正认捌上帝的条件，就是通过耶稣基督来启示出来。也意思讲，这个天父上帝是通过耶稣基督受启示啊，受启示。所以，当你通过耶稣基督的启示，你认捌这上帝，你甲上帝有愈来愈亲密的迄个关系，这就是真正认捌的条件。所以，通过耶稣基督的启示，咱甲天父上帝有亲密的关系去做。所以，知识甲启示是无共款的。知识是一个传达。启示是一个种看片受显起来叫启示。通过耶稣基督显然天父上帝，互人明白上帝，互人捌上帝。所以耶稣来就是互天父上帝互人认捌。所以耶稣来是要互天父上帝受启示、受明白出来。受明白什么？这个天父上帝是主爱的上帝，所以咱无法度通过知识去认捌天父上帝是主爱的上帝。所以也换一句讲，那耶稣无启示的话，伫圣经内底，咱就无法度认捌真正的天父上帝的性质。所以伫圣经内底，咱看见上帝用各种的方式来启示，所以天父上帝是全能全备，而且上帝就通过耶稣基督来启示。所以咱看到，希伯来书第1章，你讲了，伊是上帝应邀所发出的光，是上帝本质的真相。伊用伊的权能的话，伫扶持万物。所以咱就通过希伯来书就知影。耶稣基督
伊是稳重的表达。也换即句话讲，耶稣基督伊亲自来示范上帝的宽恕，互人通过耶稣基督，上帝是安尼慈爱，上帝是这么公义，上帝是这威严。通过耶稣的讲行做中间，互人去看见天父上帝，互人你认捌上帝。所以咱定圣经来讲，爸上帝，然后囝上帝，然后咧圣神上帝。所以耶稣基督亲自示范启示上帝宽恕。咱伫约翰福音书第14章咧看到，伫约翰福音书第14章咧讲，腓力，我甲恁伫遐久，你又毋捌我吗？已经看见我的，就是看见爸。恁怎样讲，用爸互阮看？所以耶稣甲门徒讲，你若看见我，就是看到爸，看到爸。所以咱若通过另外一个经节，同款伫约翰福音书17章咧讲到，我捌用你的名指示因，搁捌指示因，互恁听我的听，踮伫因，我也踮伫因。所以咱通过安尼知影，耶稣讲，我捌用你的名指示因，搁要指示因，互你的听，互你听我的听筒，踮伫因，我也踮伫因。所以恁若通过经文中我知影，主耶稣互门徒知影，所以这指示伫一个原文的翻译叫做宣告。到底耶稣的意思是怎样？讲一个人的名，表明伊的身份甲伊的性命。当耶稣伊安尼宣告，伊就启示上帝的样式，要继续显露启示这个名。你讲启示显露伊的目的是啥物种啊？要互咱去经历天父上帝听咱。你经历天父上帝听咱，迄听进入你的内面，互你经历耶稣基督迄个听。伊安怎听人，你就看到天父上帝安怎听你。迄老爸对囝的听，所以咱知影，你看见耶稣讲的，你伫你的侍奉，伫你的性命，伫耶稣的教导中间，咱已经一届搁一届看见上帝将天父上帝样式指示予因，所以咱知影显露甲启示是要互人明白这个上帝是怎样的上帝以外，就是要互人去经历上帝的听。无论你伫讲话，无论你的侍奉，无论是耶稣基督的教示，一届一届，拢要甲上帝样式、上帝的指示，互人看见，互人知，这就是伊的目的。所以了解，咱若伫耶稣的听的内面，咱会共款甲耶稣经历迄份听，迄听，迄份听。所以咱看到，当耶稣接受行洗约翰洗礼的时阵，圣经讲耶稣咧洗礼时，有对天有声讲：“这是我所听的囝，伊是我所听的囝，是我所欢喜的，是我所意的。”所以了解，耶稣选择活伫这听内面，耶稣伊无需要通过人的认定来听。所以康麦克牧师伊讲当人甲天父起着迄亲密的关系的时阵，伊会让甲天父上帝恢复和好的关系。亲像咱圣经内底龙主的故事，我相信咱大知。龙主甲伊老爸的所互伊的财产毁坏了，伊尾后悔啊。
伊伫人遐做长工，伊想讲，我伫遮做人的长工，安尼我不如我着转去我老爸遐，互我老爸请，嘛是共款做长工较毋好咧。伊着转去伊老爸厝。圣经讲啦，伊老爸看到伊转来，用走的纳米，佮针，佮抱，佮烦恼人上好的衫，互伊穿，互伊穿鞋，佮伊挂迄个手指，佮备办丰盛的暗顿。你看咱看到这老爸无咧继续算讲这个后生怎样甲伊的钱财毁坏了？这老爸看到伊的囝转来，全然的接纳，全然的接受，甲伊的囝佮抱甲针。所以你看咱看到，迄个浪子甲老爸，因为老爸的包容，因为老爸的接纳，互迄个爸仔囝关系，安那因为疼，得到修复。所以了解，这个人想要得到认同感，想要讨好别人，总是真容易伫迄中间受人控制。比如讲，某某人知影伊伫伊的顶司顶悬是一个受管理的人，下骹人要得到顶司的欢喜。过年过节讲顶司这一个礼物来小小的敬意，甲你分享。这中间显露什么？显露伊想要通过一个好的动作来互伊的顶司欢喜。就是伊的顶司若一个心术不正的人，伊知影讲这个人伊要透过我的关系要往上爬，要得到某一个利益，伊就利用这个人。互这个人的所有利益来对这个人身躯顶刻起来，得到。所以人迄个想要得到迄个疼，想要得到迄个认同感，往往拢会受到这个关系的控制。总是当人经验到天父上帝疼了，伊会用信心来抵挡这个操控。也意思讲，伊袂因为人的某一个关系，感觉忧伤失落。比如讲，男女彼此之间，到某一个阶段，发现对方无适合我，伊的人生观、伊的价值观、伊的做人、伊的脾气，毋是我想象期待迄一位。有时阵就讲无咱分手，咱到这为止。若性格无成熟的人，会成做恐怖情人。你要跟我分手，我要甲伊威胁，你袂使跟我分手。有的人是互分手了，伊会失落。总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咱分手好，不要紧，我祝福你，你嘛祝福我。虽然咱无法度行到婚姻的阶段，总是咱会当以彼此相疼的中间，会当彼此祝福。迄就是一个信心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当咱入了耶稣基督，咱知影咱的性命是耶稣基督所救赎的。咱知影伫我的身躯顶有上帝形象作造，有上帝尊荣的形象。当咱有受到某一种关系的失落的时候，咱毋免因为人的决定，咱就对咱家己的价值来否认，咱犹原对家己有自信。安尼好，多谢。不要紧，咱虽然袂当行到婚姻的阶段，咱会当彼此祝福。我相信上帝予你的比我较好。了解，若假使有这种的信用、这种的信心，迄个恐怖情人都无可能发生。所以了解，咱对咱家己的确要有认识，你是啥物人？你的优点是对，你的缺点是对。你对你家己做认识、做了解，所以你有对家己有自信时，你袂因为别人某一个关系
变化，互你家己产生无信心，产生心情的失落。所以弟兄姐，认捌耶稣，通过认捌耶稣嘛，捌这天父上帝。所以当咱认捌耶稣基督，咱甲伊的生命就结连做伙，这就是永远活。阿门。所以弟兄姐，伫信仰中间，信仰带来互你家己的认捌是啥物？带来互你自信。所以我感觉讲，以信仰内面带来真侪你自我认知、自我认捌、自我信心的起造。我定笑讲，我伫新南园捌甲讲过来的姊妹阮都会同学讲阿伯，伊拢是用分手迄个啊。阮同学拢叫我阿伯啦阿姨就甲我讲一句话，没关系，后一个做囡仔比真较好。你毋免失志。我讲袂啦，我家失志。我虽然生做要A蒙 A 我对我家己做自信的啦。所以感谢上帝，上帝互我拄到一个带台东的做囡仔。所以当何牧师认捌我的时阵伊甲伊妈妈，伊妈妈嘛是牧师娘甲伊妈妈讲第一句话，讲妈妈，我实在是一个台南新南园的学生诶。伊妈妈无问讲这个查甫囡仔生了有缘投无？这查甫囡仔因兜有钱无？这查甫囡仔有才情无？但无问。听着因祖囝讲，我认捌一个台南新南园的查甫囡仔时阵，第一句话讲离他远一点，离我较远的啦。第二句话讲离较远的，为什么我也无做歹，甲伊妈妈甲我讲离我较远的。感谢主，即届何牧师无听伊妈妈的话，离我愈来愈近。因为当然家己做牧师娘，知影做牧师娘是无遐简单，对不对？大家大官毋是一个尔几个几六百个啦。然后对牧师娘清查讲话，啥物服侍拢嘛有意见足侪大家大官，所以伊知影牧师娘无好做所以伊听着我因祖囝讲捌一个台南新南园的学生第一句话离较远的啦所以了解，伊迄中间咱看到信仰带互你啥物？带互你的自信，带互你认捌你伫上帝面前你的价值是啥物？伫圣经内底，约翰福音书17章第3节，这个永活就是捌你独一真的上帝，甲你所切的耶稣基督。所以，伊中间迄经文中间咱看讲，捌这个独一真的上帝就是耶稣基督。这个上帝，当你甲这个上帝有生命结连做伙时阵，就永远活。所以，这个是超自然的生命。当咱认捌咱的爸，咱的天父上帝的时，耶稣基督就是100%认捌天父上帝。就是当咱咧甲耶稣基督结连做伙的时阵，永远活毋是个结果，永远活是你甲伊一个关系起造的关系。上帝将永远活的生命互咱甲伊有亲密的关系，互咱甲伊生命有结连的做伙，互咱得到永远活。所以永远活一个关键是你甲天父上帝有亲密无？你是毋是捌这个天父上帝？伫这个天父上帝间持续去经历，伫主内底深深的疼。所以咱生命主要一个目的，就是爱咱来逐天持续不断，伫主的内面经历上帝深深的疼，互咱伫主的疼中间有根有基。阿门。是像安那，你会看一丛大树丛，生了树叶，生啊足茂盛的，你会想讲，这丛树啊为什么生啊足茂盛？一定这树啊的树根啊
对树土面种到土下去吸收土下的养分甲水分，互这树头愈发愈好。了解？咱的生命嘛是同款。当咱甲耶稣基督结连做伙有永远的生命，迄毋是一个结果，迄是一个关系起造。所以，当你甲天父上帝结连做伙，甲耶稣基督结连做伙时，你有永远的生命时，你会当对上帝真理、对上帝价值中间领受属灵的养分，互你的生命愈来愈好。阿门。甲你隔壁来讲，甲主结连，你的生命愈来愈好，预备来。所以，约翰福音书第17章第4节来讲，我已经隐藏伫地上。就是你所交代我行的工，我已经成伊。所以对这个经文中间，咱看啊，主遐所受呼召第二件代志，就是第一件代志，就是甲主有亲密的关系。第二项代志，就是扩展伊的国。换一句话讲，将上帝性命活伫别人的身躯顶。将上帝性命，毋是活伫咱的身躯顶，却是活伫别人的身躯顶。也意思什么？伊对你有任务的交代，所以当咱甲天父上帝有个生命结连做伙时，伊会将伊托付的任务交代伫咱的身躯顶。信主阁有交代任务，是啊，伊爱你的任务，就是通过你对天父上帝领受的启示，你甲活出来。所以了解。耶稣基督，伊必须要启示，伊是天父。所以了解，咱知影，伫启示中间，互你明白天父上帝偌疼你，伊为了要疼你，伊牺牲伊家己囝。所以你需要天父上帝启示你的生命认定。所以伊启示你，互你明白，你真做上帝囝，你真做基督徒要创啊！就是你伫地面上，无论你做银行的，无论你做董事长的，无论你扫地，无论你对一个角色，你拢以迄个角色中间学习去疼人，学习去关心人，了解每一个角色拢会当通过伊领受上帝真理中间活出来，互人对伊的行做中间讲：哇！对你的身躯顶，我看到耶稣基督的疼。我对你的身躯顶看到上帝的公义。为什么？因为你对主耶领受出来了，你得到启示了，你活出来，人就对你的身躯顶认捌天父上帝。所以，当咱认捌上帝，咱甲上帝有亲密的关系的第二阶段，就是咱要扩展伊的国。换一句话讲，咱将上帝的生命活伫别人的身躯顶。就是做伫别人的身躯顶，互别人因为咱得到利益，所以伊对你的生命有任务的，只有伊才会通启示你，只有天父上帝才能启示你。所以，伫咱得到天父上帝启示了，咱知影上帝啊，咱知影上帝伫咱的生命、伫咱的角色中间，伊要呼召咱做啥物？所以，咱看到伊约翰福音书第17章第6节讲：你所收属我出伫世间的人，我已经用你的名对因显明，因本是你的，你用因收属我，因也已经收你的道理。所以了解，咱要通过咱的行做，互人认捌耶稣基督，互人收上帝道理，这就是传福音。所以了解，咱知影。显明出来，就是将稳重的代志甲显明出来。耶稣基督将未原本稳重的本质显露出来，互人明白。所以，这中间咱这段三段经文中间，互咱知影，咱做上帝囝儿的，咱受呼召，第一，你要有甲上帝有亲密的关系。迄亲密的关系是安怎去做？迄亲密的关系是通过你听上帝声，你认捌伊。第二就是安怎？你有任务伫你的身躯顶，有工课伫咱的身躯顶，这
这个工作是咱一生爱做的。对上帝观点看，当你是上帝囝儿的时阵，上帝永远予你有一个任务，这任务你一定要完成。第三个就是启示上帝的款式，显明上帝样秀。所以你要互人认捌上帝，你对你的生活顶认捌上帝，你要启示上帝的款式，你要显露上帝的款式，就是通过你的行做。啊，当然你要行做，你大声啊！你来认捌这个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啊？啊，要对认捌，对圣经认捌。所以读圣经、灵修、祈祷，是咱一生必然做的工作。阿门。甲你讲，甲你隔壁讲，咱灵修是要显明上帝行做，预备来。咱灵修是要显明上帝行做，所以咱知影，上帝要爱你通过你做工，爱你通过你的生命显明上帝的款式，显明上帝的性命。要创啊，互你的生命愈来愈亲像伊啊，互你的生命不断经历伊对你的改变。所以了解，当你信主了，你通过圣经、通过讲道、通过听上帝罗卜的分享，通过你家己灵修，上帝的话不断要通过圣神对你的启示，互你的生命经历，伊要对你的改变。所以信主了，毋是你信耶稣，我信妈祖，迄个无共款的神。信主的目的是啥？是要互你的生命愈来愈亲像伊啊。当你的生命受改变，你的生命会愈来愈亲像伊，你会愈亲像耶稣基督，你会愈互圣神充满。当你有圣神充满，你会愈安那结出迄个果子，圣神的果子。所以，假使讲你家己若无经历上帝，甲上帝去亲密来讲话，你有做工，你会讲哦，来教会拢咧服侍，有够无用的啊！啊，足辛苦的。你若有够只有甲服侍做工，你无甲上帝有好的关系，你会愈做愈挫折。所以了解来教会目的第一要紧的是啥物？第一要紧就敬拜上帝，听上帝的声。互上帝的话进到你的生命养分，互你的生命受改变。所以，咱必须要甲上帝有亲密的关系。上帝就授予互你能力，互你改变，互你循序渐进啊，愈来属灵生命愈来愈长进，互你愈来愈亲像上帝。所以了解，若假使你真有温数，若假使你真有温数，但你的品格无好，你所做的工作就无意义。比如讲，你若信主啊，我真有温数，我有真有弹琴的温数，真有带敬拜的温数，我真有做啥物任何温数。不过你的品格，基督徒的品格，若无活出来，你所做的拢是空空。因为人无法度通过你的行做、形象、性命看见上帝。安尼你是毋是做假的？所以了解，咱知影，咱做上帝囝儿。咱若品格无好，你做的工作无意义，你的性命会不断的受否定。所以，无论你做啥物，你拢无法度长进，你拢无法度进步，你会非常的损失。所以，非常要紧的关键是啥？咱服侍主的异象，咱必须要关键伫咱性命品格是毋是得到改变、得到提升。所以，咱做上帝囝儿，咱要不断成长。咱人不是咧做婴仔。咱人不是咧做少年人，咱人不是咧做一个信仰无成熟的人，袂堪去讲，袂堪去教，无受教的心。所以咱爱做一个生命长进的人。你毋通一直停留伫你生命的源头。所以了解，真侪人来教会来小组，毋是要听上帝话，是咧讲哦，你知影阮大家安怎？你知影阮人对我偌歹？你知影阮囝对我偌不好？了解，但小组毋是要讲你遮的生活的老糟。当然，你讲到你的困难无毋对，总是上要紧的是安尼，是你爱通过听上帝话，互你的生命长进，互你生命改变，互你成做一个无共款的人。
你的信用品格若好，人看见你好所行，你的上帝哪足真？你甲以前无共款啊呢？了解？无形中你就是咧见证上帝。所以咱唔通甲信用中间定定是做闲啊啦，互人关心啦。你若无甲我探访啦，我就无爱去教会啦。你若无去病院甲我探一下，你无听话啦，教会无听，了解？当然关心听探访是应咱爱做的，咱爱服侍。就是咱的性命人，你伫停留迄做闲啊，做少年人信心无成熟的，你一直停留你的问题，就是上帝毋望你长大成人。所以做后生，你有一天会长大成人，成做人的老爸。像阮送恩，我若饲甲伊出业毕业啊，伊去食头路啊。有一天伊结婚啊，伊生囝，伊就是别人的老爸啊。所以会晓这共款，咱的信仰的成熟的时阵，有一天你的信仰毋但你得到，你阁有能力服侍人，你阁有能力安那引带人信主，你就会生囝生孙了，对不对？愈来愈生愈多，迄就是信仰的成熟的建立过程。所以了解，对旧约中间，上帝亲自启示伊家己。所以你若要认捌一个人，毋通通过别人问伊，你直接问你是啥？你叫什么名？所以，互迄个人对你讲话，你对伊认捌就足直接。若要问讲，洪世俊是啥？你直接去问洪世俊就好啊。你透过别人说一个，我甲你讲诶，洪世俊就生得无介悬啦，洪世俊生得歹歹啊啦，洪世俊就安怎？迄拢是人喙中的洪世俊，就是对你要入来这洪世俊，无直接，上直接的啥？你只问你本人，洪世俊哦，你是本人，我嘿，世俊你有啥物特点？我会甲你讲，我偌济优点，你愈来愈毋认我，所以另外这咱看到，当你要认捌一个人。你只对讲话，你知影这人是啥？所以圣经内底有一个经节的中间啦，伫主啊记34章讲，摩西经历上帝了，伊嘛看过新约，伊嘛服侍过主。就是摩西的心内有一个渴慕上帝的心，伊对上帝有真渴慕。伊甲上帝讲：上帝，互我看见你的荣耀；上帝，互我看见你的名；上帝，互我认捌你的本质。就是上帝甲摩西讲：我答应你。就是你袂当直接看我，你若目睭直接看我，你会无命。就是上帝甲摩西讲我用石头遮砍你，我会经过你的面前，互你明白我的命。我要甲你讲，我是啥？所以伫出埃及记34章第6节讲，上帝经过摩西，上帝直接宣告伊家己的命。上帝讲，我是自有永有的上帝，迄就是上帝。伊家己的行，所以咱伫中间咱看到，上帝伫生活中间，伫伊驾驶中间，上帝伫耶稣伫伊死亡中间，显露伊上帝宽恕。所以了解咱知影，咱要认捌上帝，咱通过圣经来认捌主。所以了解，上帝毋是用一张单来讲我叫耶和华，我有公义。我的主爱，我有怜悯。上帝毋是用一张单讲的，上帝用行出来，对人的疼。所以，伫出埃及记34章第6节讲，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无快受气，佮有丰盛慈悲的丰盛的主爱甲诚实。所以，咱对于迄个经文中间，咱知影，这个上帝是一个赦免人一切罪过，伊是无罪。伊要伫有罪的子孙中间继续看顾这个人，所以了解，伫这字面上，咱浓缩就是，咱需要对上帝有一个渴慕的心，咱通过渴慕上帝，互咱认捌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显露上帝关系，互咱认捌天父上帝是啥。所以耶稣讲：我来启示我的父，互恁会当来到我的父面前。互你会当认捌我的爸，互你伫伊的疼内底有根有基，阿免。所以伊会超越咱的限制，
伊袂互咱的限制所捆绑，因为上帝是全能的。但即几样你会感觉哇，这上帝那真奇怪，真哩奇妙。是啊，这个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显明天父上帝，伊是啥物款的上帝？所以伫耶稣基督的行罪中间，伊互水变酒，伊互太过病人得到医治，伊互死人搁活，伊互行新业，伊互歹脚的得到行，了解？伊不断伫新业中间来显露。耶稣基督上帝，天父上帝是个全能的上帝，阿门。所以了解，今日咱要甲整礼拜40几位咱新的厝的人，三甲受甲主当得道，因愿意放下过去因的信仰甲因的行为，无论因伫幸福小组，无论伊是幸福工作，因拢听福音了，愿意接受这福音。毋忙，咱来帮助这个信主的人，因是信主的婴仔，咱帮助因，互因搁较明白，这个上帝福音是怎样的上帝，互因明白，这个上帝是怎样的上帝。了解？咱若帮助这个打洗的信仰的婴仔，互因伫耶稣基督救赎中间，互因三甲通过咱的陪伴，咱的帮助，互因生命愈来愈长大。愈成熟，互因成到上帝家庭的一份子，互因的生命通过信仰、通过圣性的帮助，更新改变，伫基督内底接做新造的人，来见证耶稣基督是一个救赎稳定的主。阿门。所以，然后这整礼拜洗礼的人，你毋通甲当作无是无使呢？伊是咱家庭的一份子。当因真正无明白、毋知影，还是行为。还未改变，还未更新的时阵，咱来用疼心，用轻声细细，用疼三夫妻，互因的信仰伫咱的眷顾帮助内面三甲甲咱忠诚中大，互因成做基督真名来见证耶稣基督。咱三甲同心按头祈祷，是阮天父上帝，你是稳定主庇的天父上帝。主，阮要通过你甲你的亲密的关系，我们甲你有交配，我们甲主你有交配以外，阮会有领受上帝你满满恩典。主啊，通过阮对你的认捌，你塑造阮，互阮有你的优秀，互阮的生命哪来哪亲像你，互阮伫别人的面前做工，互别人因为阮若得到利益、得到福气、得到祝福。主啊，你祝福阮。祝阮有上教会有整礼拜40几位新的家庭的人，愿主你通过阮家庭的夫妻三听，互因的信仰甲阮共款，共领受主恩，互阮甲阮共款献身，成做基督真兵，互因的生命像甲阮共款，哪来哪像基督来应用你。阮有上教会通过这属灵家庭的培育，或者48位这新家人会让信仰愈来愈坚固，来应用主。愿上帝你受阮祝福阮，听阮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咱接下来要领受圣餐。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属以教会陪餐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注意听，主耶稣对记那归向伊的人讲稳定的话。主耶稣讲：“我是活命饼，就近我的，我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出单；就近我的，我决断无弃杀你。”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说伫圣餐的话，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捌对主受，也捌传互恁，就是主耶稣互骂迄暝有摕饼，作声讲这个是我的身躯，因为恁所拍破的，恁着今日来纪念我。食了后，
主耶稣旁边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恁大概食这饼，啉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伫还未领受的大圣，咱同心来感谢。主上帝，我现在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是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我谦卑恳求你，找信心来信别阮，也信别这个摆伫你面前所守护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你的恩典得到帮赞，会通成做你属灵的培养，会成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光你的名，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主耶稣讲。这个身躯是为恁所拍破的，恁着今日来纪念我。请咱长老来服侍。伫咱客时，咱着伫主的面前来谦卑认罪，免得咱食家己的罪。咱当中毋知有对一个兄弟，你已经说咧，无论你属对一个宗派，欢迎你今日会知影，会当甲主同坐倒。有人啥物人你说咧，你还未确定，请你举手，请长老甲你服侍无？主要所讲，这是我的身躯，为恁所拍破的，恁着今日来纪念我，咱同心来领受。食了后，主耶稣旁边讲：，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的所设立的。恁既然啉的是，就今日来纪念我。咱请咱长老来服侍。
咱对长老的手中来接受这个杯，咱就爱伫主的面前谦卑认罪，免得咱食啉家己的罪。咱当中，毋知你认识的，无论你属对一个宗派，欢迎你今日甲主同齐道。有对一个兄弟你还未确定无？请长老来甲伊服侍。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恁着今日来纪念我，咱同心来领受。咱大概食这饼、啉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地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咱这人三个伫地。咱同心阿头的祈祷，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体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国的后裔。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我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事，求你欢喜接纳阮，再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打以后通应供你。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这时，咱要请长老来受奉献。兄弟，请起立吟奉献诗歌。我
主耶稣，感谢你的赏赐，丰富、尊荣，拢是对你来，伫你的手有大能力。只是阮嘛要献上你所赏赐互阮的淡薄，要来正做着教会圣工的内容，愿你感乐欢喜，听阮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依愿徛咧，吟祝福册恳的诗歌，吟诗刷咱请洪牧师来祝祷。咱来同心领受对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众人三个伫地，对时到因世代无尽。阿门。